你有冇試過細個嘅時候，明明意氣風發，覺得自己無所不能，但係入咗社會撞過幾次板之後，就開始覺得我唔得，我做唔到。其實困住你嘅未必係現實中嘅困難，而係你內心嗰個隱形嘅蓋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2個故事，幫你打開呢個蓋，揾翻你本來無窮無盡嘅潛力。有人做過一個實驗，將一隻可以跳到自己身體高度400倍咁高嘅跳蚤擺入玻璃杯，佢一跳就跳咗出嚟。之後實驗者喺杯口加咗個蓋，跳槽一跳，咚一聲，重重咁撞喺個蓋上面。佢好困惑，但係繼續跳，繼續撞，慢慢地跳蚤變聰明啦。佢學識咗根據個蓋嘅高度嚟跳。過咗一段時間，實驗者攞走個蓋，你估發生咩事？呢隻跳蚤居然再都跳唔出呢個本來可以輕易跳過嘅高度。佢默認咗嗰個高度就係佢嘅極限，呢個就係自我設限。好多人唔敢追求成功，唔係因為做唔到，而係內心設定咗一個太難啦嘅暗示。另一個故事關於一個學琴嘅細路，佢媽媽係一位好出名嘅鋼琴家，每次練琴，媽媽都會俾份超高難度嘅新樂譜佢。細路練到想喊，覺得媽媽係整人，無論點練都追唔上進度，挫敗感好重。3個月之後，佢終於忍唔住向媽媽投訴。媽媽冇出聲，只係拎翻第1個月嗰份譜俾佢彈下呢份。結果奇蹟發生啦，細路發現自己彈得無比精湛流暢。原來當你習慣挑戰高難度嘅時候，之前嗰啲大山喺你眼中已經變成咗小土丘。媽媽話：如果我任由你彈最擅長嗰部分，你永遠都冇可能達到今日咁嘅程度。各位，我哋都習慣咗重複自己輕易駕馭到嘅事，因為嗰度好安全。但係記住，每當你覺得壓力大、覺得辛苦嘅時候，其實正正係你嘅潛能不斷擴張嘅時候。唔好再做嗰隻被蓋困住嘅跳蚤，話俾自己聽，我係最棒嘅，我一定可以打破設限。今日辛苦啦，練習成長。等未來嘅你感謝今日嘅自己，我哋下條片見。